盐田乌桥玉圣宫为了庆祝功德尊王的圣诞，将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除了邀请信徒做伙为神明来祝寿，更加甲光会中心来合作，举办光会爱心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6档。26号下午，透过梨园林美园的号召，庙方更加准备丰富的礼物要送给光会人，希望民众踊跃响应光会的活动。现在的我们血库到底有多少？一共我们现在只有差不多5天多一点点的库存量而已啦而且真是，尤其现在要过来又要就是过年了，又要过节了，所以他希望说多办一些捐血活动，让我们血库能够充裕一下，至少要有安全库存，当然捐血一袋救人一命，这是大概口号了。但是如何就是请大家出来捐血我想我这也必须要把一些就是透过活动，我们来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了。先就是要送一个300块的，就是千年礼券。你要买啥给你买，你想要买什么你自己去买。我们蔡董牛肉摊它本身是副主委，一开的店在边啊，就是在旁边，所以你捐完血以后，他会拿了一个兑换券，你就可以到隔壁去享用。隔壁也是在滨南路5号之一。台南光会站周子婷表示，以全台血库安全的存货量7天来讲，目前只剩5天的库存量，加上清明的年假将要来临，固定光货量嘛一定会减少。因此3月30日将出动2台光货车，希望会用募集400袋的货量。我们这一次呢是在3月30号乌桥玉圣宫举办捐血活动，那他们已经连续举办了很多年，这一次是第一次出动2大车，所以这一次推动的力量呢，我们也需要更大，所以呢就希望各位在场媒体先进呢，可以一同来帮忙，可以多多的跟大家推广我们这一次的捐血活动。那这一次呢，主委跟总干事们呢，大家都很有心的，一起找了很多协办的单位啊，一同来赞助这一次的活动，有赠送非常多的精美礼品，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多帮忙来推广这一次捐血活动。议员表示，这届光会庙方除了赞助每人300块的礼券，庙方的副主委还佮加码赠送1碗牛肉汤的兑换券，礼券500cc，还佮加上旅行5件组，欢迎民众踊跃来光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